最近見到消防六大工會去譴責冼師傅，又話佢以災亂港，我即刻去 Facebook 睇下冼師傅講場，睇下究竟寫咗乜嘢。睇咗幾次，我總結出以下3點：一、冼師傅對2000個家破人亡嘅災民表示極度痛惜；二、對於消防冇用盡所有方法救災，表示極度失望；三、對於消防處災後冇悔意同反思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嘅心態，極之睇唔順眼。我認為六大工會只係浪費精力地去質疑冼師傅 WhatsApp 真實性，恐嚇人哋以災亂港，呢啲低智行為更加會成為全世界人嘅笑柄，反映咗冼師傅識穿佢哋而想去滅聲啫。呢個行為莫非想掩耳盜鈴，怕保唔住自己嘅飯碗瓜？冼師傅收到 WhatsApp 有乜咁奇？消防處人咁多，個個都滿意你上層嘅救火工作表現咩？以冼師傅嘅博學多才又冇架子性格，肯定多朋友噶。有消防朋友肯同佢講自己意見，有乜嘢出奇？點解消防工會高層唔去反思自己嘅問題，而千方百計去否認冼師傅嘅 WhatsApp 嘅真實性？真係浪費時間，好得閒咩？又話人侮辱你哋專業，專唔專業？有冇由珍惜生命嘅角度出發？大家睇完心中有數啦。我大陸同台灣朋友見到呢一件事，睇法同冼師傅一樣。如果咁都叫以災亂港，咁全世界對呢件事正常人都係以災亂港啦。另外，我又講下題外笑話，覺得冼師傅同華記似馬斯克做事講求效率，正是問題所在。對人有同理心，做事針對性去做。政府應該揾佢哋去成立個效率部，肯定會改善政府工作效率、政策同貼近民情。不過呢個食力唔討好嘅事都係麻煩嘅，除非佢當年做咗特首就話啫。其實當年我都好想佢做嘅啊。最後我要澄清，我唔識冼師傅嘅啊，應該話我識佢，而佢唔識我啫。大家對冼師傅被譴責嘅呢件事有乜嘢意見？大家留言分享下。最後記得訂閱、點讚我嘅頻道，按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